今日真侪党的桃园航空城的计划哦，安置铁层号的大楼头一张发的建造，今仔总算动工咯。有地主是表示讲已经搬出去2栋咯，即马厝总算要起，民航局嘛表示讲会全力来协助。准备蔬果，手举清香拜拜，起造人林永和等人，诚心祈求开工顺利。这是航空城安置街区配合升起后迁的政策，民众头一件摕到的建造甲开工案。 为航空城征收，一路行到搭，总算会当重建家园。林永和心情是真复杂。现在心情就8个字，除了感谢还是感谢。能够走到今天起造，这代表也可以破除外面的一个传言啊，就是以前很多人在网络上会告诉我们说，航空城是一个空城。在水电的部分，目前我们在盖的时候，这个目前是一个比较困难的地方。不过局处的部分也是非常的。 配合。针对航空城的政策，目前行政院计划伫115年12月底完成升起后迁，原地规划5大管线，甲对外车路完成了后，114年1月至2月期间办理安置街区土地点交。不过民众有升起的需求，目前已经有4件摕到建交。 我们会让有先见需求的民众去发放通行证。那机场园区总共有1995个宗地，目前申请的那个通行证的件数将近快500件。航空城工区的管制，一般人是袂当凊彩入去的。民航局表示，为着加速民众去家己要住的厝的时程，除了先发通行证，嘛已经协调市府监管处简化行政流程。另外，正式的水电年底才会完成。 不过，为着协助民众升起的需求，马上提供临时的水电，予民众来使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